劇團短片第2集，借來的強大。我終於等到你啊！求下你借多2嚿水俾我。夠啦！你已經同好多人借過錢，我唔會再借錢俾你沉迷落去。借多一次我就嚟抽到 SSR Skit 㗎啦！呢句說話你講咗好多次啦。喂，阿 D， 冇位啊，左邊啊，快手啦！你即日出到句，攞出嚟拖啊！阿 D， 銀行有寄信嚟追你卡數啊！你唔係問過你堂大佬借咗錢去還嘅咩？唉，阿 D， 你醒少少得唔得啊？又係你一個女傳家，唔掂就抽錢抽 SSR 啦。SSR 嘅力量足以令你喺遊戲世界所向被封，任何人都唔再係你嘅對手。阿 D， 你換咩 game 換咁貴？條數越嚟越大，然後飯都又唔食，覺又唔瞓，個人成日都冇精神。喂，你聽唔聽到啊？媽講緊嘢啊！喂，阿 D， 係啊，繼續貨啦，貨200，你就有2000個金幣，可以抽4次 skill， 幾抵我啊！只要我抽中到 SSR， 我就唔使再擔心輸。原來你以為抽到 SSR 就做到大佬，唔緊要，你慢慢抽下先，唔知道俾多2個月你抽到咩未呢？因為咗慶祝遊戲10週年，我哋下季將會推出更稀有嘅 SSR Skit 戰無不勝，仙氣王道又出新 Skit， 哇 SSR 梗係要抽啊！戰無不勝，課金抽 Skit， 只有你哋換種玩家唔識停撳課金，我就一直有錢賺，多謝晒啊，弟弟。喂，阿 D， 你係咪揀喺度住所人去廁所？你得我啫。我唔借錢俾你，因為我唔係望住我朋友明明咁勤力返工賺錢，到頭來不斷倒錢落海，最後連餵飽自己嘅錢都冇。其實我想食豬扒炒一丁，請你去茶記食嘅錢我就冇啦，返去自己炒個俾你食得就得。真正強大唔係抽中到勁 skit， 而係識得控制自己。
無論係打機嘅擅長、課金嘅金額，都係你清楚嘅掌控之中。完。